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你講下音樂喺你嘅生命當中，絕對係做唔得少嘅，係當享受嘅。今日嘅第二本嘅詩歌呢，要同大家共下來欣賞薩克斯風非常優雅、非常好聽嘅樂音。喺節目當中攞嚟團體呢，係桃園高雄管樂團嘅團長涂連基嘅主題，為啦大家分享動站嘅好消息的。你先來分享團長你好。Rita 好。大家好，我係陳永信。今日非常歡喜來到呢節目，來到大家長安。哇，先生安客氣哦！先生今日涂連基嘅主題篇，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來分享。你先來分享兩屆當優秀嘅音樂家兩位老師，請跟大家問候一下。大家好，我叫吳貴殿，是各位。嗨，美麗的主持人 Rita 好，大家好。我是何正山。哇，歡迎歡迎，先生，家下呢彈幾條講話哈？彈啲口音，還是彈出來？應該未客家人。唔過幾條理下來做呢個客家音樂呢？幾條啥稱為學羅莊嘅音。哦，你當來到了學羅莊去教啊？我係學羅莊嚇教幾條啥樂器，係時節。我係客家人，所以我是推薦一種係客家歌曲、客家音樂。所以呢，我是教幾多晒嘅客家音樂，和桃園市政府有客家曲，和幾多唱嘅會舉辦一個節目，我是同佢哋去表演。哇，有看相片，咁精彩！特三年是安仁道，嘿，薩克斯風那人，有沒有覺得哇，非常的帥氣，非常的殷勤哦，動好看。係啊，今日先生講到，其實先生喺東台風音，之前啲節目當中有講到，兩百人嚟重團嘛。本身你帶領了桃園的交響管樂團，自家好啲團，唔係講是團體。分做假團，韓國有同其他嘅薩克斯風的團體哦。讓你介紹一下。好，一下我啲樂團嚇有3隻團，第一團呢係全部音樂嚟編入嚟嘅線上，有64%以上嘅研究所編入嚟嘅演奏家。哦，演奏家。算主要嘅，喺平常時幾多稍微係。到學校去教一種樂器，喺第二團呢是各種專業以上，喺到社會人士，喺有興趣嘅人士來團，喺第三團是冇分年齡，有退休嘅校長，有先生，有一家庭嚟嘅婦人家。全部做得，還也有成人咯。哎呦，安定印象咯。小學嘅學生咧也有，哇，所以你除咗3團咯。還有7團嚟嘅，一按薩克斯風嚟嘅團，還有7團，喺冇同樣嘅層次嚇，有到合盤好好嘅，有到就學嘅，完全係全部唔會開始學落去。哇，所以我想講，當然。學一下叫，練一下用心，平常本來也好嘛。今日除了2屆音樂家來，2位一定是老師覺得你們吹得很好。不錯。係啊，特別挑選。真的2位特別挑選來，所以先生啊講，你自家係團到團，按介嘅咧是10團了，一3年圖10團，非常嘅冇簡單。不過咁樣啦，我嘅團嚇，有到。專門請很好專家人來推理啦，比如講指揮，我3隻團冇可能係指揮，也按薩克斯風啊嚇，其他也很有本到拍晒線上嚇嚟教樣，強下來指導一是教音樂強下來教，係當先。而家冇很多時間啦。係啊哈，你講到搞音樂，其實2位我知道你們平常有其他的事業，那怎麼會選擇加入薩克斯風團呢？從何學起啊？你來先說吧。當初我買薩克斯風回來的時候，連吹響都吹不響，到一個機會碰到一個貴人，帶我引進到桃園交響樂團，介紹陳老師給我陳老師從零開始一一教我
这样子，大概这样子。那自己为什么不会吹之下就会买乐器回来？这也是蛮特别的耶。因为喜欢音乐。喜欢音乐哦，那喜欢音乐怎么会挑萨克斯风？因为萨克斯风应该是乐器中可能学起来比较简单。哦，真的吗？应该比较简单。觉得比较简单，可是却吹不响，就对了。对，你就有技巧在啊。他是去台北世贸那个乐器大展，他去看了。看来是买转来了。看了这么美的乐器，这么迷人的乐器，他就买回来了。哇！买回来这边吹不响。但是因为你有这个动机，你才会认识我们的陈老师，对不对？哦，现在学习多少年了？大概4年多了。好玩吗？好玩。好高哈。对，因为我们上年纪了，玩这个可能脑力可能退化比较慢。哎呦，紧紧呢，这个就是艺术治疗、音乐治疗哦。好，不只是为了预防脑力退化，你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玩。没错，知道吗？对。哇，好棒哦！该何大哥呢？怎么样的机缘之下，让您开始接触萨克斯？我是因为桃园有个公埔国小的校长啊，因为陈老师是在公埔国小在那边有一个乐团，小朋友的乐团。在那边指导。他们指导。那我看小朋友吹得不错，我就问校长，这小朋友是从几岁开始吹的？他是说他们4年级开始吹，6年级就可以表演得非常好。哇！那很惊讶，让我非常惊讶。那我是问校长说，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过来看？哦。那校长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就请陈老师来教你们。因为学校有老师，还有学生的家长，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很积极耶，就这样开始了，就这样开始了。该先生咁咪講喲，你一揀囡女，你一做乜緊哦？睇話一下開始些家長同我講佢講，嗰啲線上家長做得項目，我做得啦，因為我哋係教出冇收費啦，係啊，義務去教嘅，有些是講那種活啊。可是記得悄悄是10個30來啊，來我是開始教，也有4年人呢。哇，先生還幫你拍拍手，你簡直很用心哎，老師是用心這樣義務的傳承。沒錯。所以老師的生命當中就是對音樂的熱情，我相信也感動到你們，對不對？係啊，該讀3年按摩漢哦，平常心用扮演連團。我哋逐禮拜是100年啦。逐禮拜日啦，一號咧啦，逐禮拜又100是當號咧。還去到啥放療以後，既然南崁嗰度有叫那五九桶山，它是一個算是小型的風景區哈。還記得啥會一個山洞哈，一間係山洞噴。哇，很近哦，因為那裡山洞噴哈，唔會超噪音，唔會幫你買，對不對？站在山上吹，而且很遼闊的感覺，對不對？跟自己在家練不一樣，空氣又好，空氣又好，對。好，所以平常時按1禮拜100連團，其實你要動重要。請問2位老師啊，你們自己平常1個禮拜1次的練團，對你們來說，你們覺得那個重要在哪裡？1個禮拜要練1次哦。對不對？會不會覺得太少了，還是覺得真的是太重要的？所以記得他他自己親身上找過練。哦，1禮拜1次不夠，是不是？一定不夠的。哦。所以自己在家每一天都練哦。一定要。他們自己還在外面找老師。哦，很嚴謹哦。所以那你們覺得吹薩克斯風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平常我有在騎腳踏車哈，那很多朋友問我說，騎腳踏車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我都會跟他們講，騎腳踏車最困難就是你把腳踏車從家裡牽出來到門口這一段是最困難的。所以學薩克斯風最難的在哪裡？你就把它背起來，放到嘴巴，這一段是最困難的。哦，有沒有那個動力想要去拿樂器練樂器？哇！所以先生看，用英佢講出最困難的是要講嘅熱情喜好哦。所以我想大家會加入都是因為有熱情，對不對？所以你團應該以後圖呀。也都學生哈，是睇講非常嘅熱心，
当部哈，哎，记得他自家练时间，按逐礼拜日头，记得他全部，除非有请重台事情，冇好全部回来，一定回来。出席率是几乎100%超嘞，哎，挺好，非常好。哇，你是记得这个就是态度。好，当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你是要做好，然后就会进步。没错。咁今日2位基恩嚟到咧，线上儿童记得按钮一下。有人跟2位进步应该蛮多的。记得也两三下，主要记得是很自家很练，很有喜亲欣赏。所以记得他喷嚟哈也。街吞地百度，家看到喺上片嘅街吞地百度嚟講嚇是算好好嘅。哦。吳先生嚇佢去年是有參加桃園市嘅街頭藝人考試，有90人殺噴薩斯風考試。咁咪東南考咩？東南考啊！我看到街頭演出，剛有在街頭演出，就表示你已經取得這個證照了嘛？耶！是，很強哦，係啊。所以佢都是自己很欣賞你點，所以佢噴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要用一句，應講。風天不負苦心人嘛，皇天不負苦心人。只要你願意認真的練習，一定可以達成你的目標的。好，等一下陣呢，哈，其實咧唐線上分享，我們當然要現場來聽聽他們的演奏哦。线上家下啲順頭看呢，動漫儀係啊，係啊。對線上來講哈，還很不滿意。老師，其實按練做的上台要膽量哎，對不對？每平常會練哎。兩三按錯的，有點我心好氣哦。有吧？哎，剛好頭先講吳大哥是已經考到街頭藝人的證照了嘛？好，所以我想演出對你來說。piece of cake 哈，動簡單哈，很簡單，不會緊張了啦。不要緊張。第一次剛去台灣交響樂團學習，第一次上台文化中心表演，三個月就上台，去台上腦袋一堆空白。你現在講話會空白嗎？現在比較不會了。比較不會，有一點點而已。對。之前上台腦袋一片空白。啊，唔怕，多練習就好了。剛剛我看何大哥在吹的時候，你很有自信哎，而且笑容也很好哎。所以平常時佢係唔會緊張哈？還是很緊張。還是。第一次錄影過，對，還是他尤其看到美女，真的。哦，謝謝，這是一定要的。所以其實對你們來說哈，演出你們都很珍惜。啊，雖然是難免有一點小小緊張，因為要上台嘛，這麼多眼睛在看。但是我想你們的台風還真的是蠻穩健的，蠻穩健的哦，小優美動喉哦。好，所以線上愛用走得慢一點啦。因為剛才發哥哈，大家看看，其實我們桌上呢也有放個樂譜，以防這個緊張的時候腦袋空白。我就發覺他們不只是吹樂器而已，也要懂得如何視譜哎。所以樂理的部分線上沒入稿哦。好，還考五線譜哦，那不是看簡譜哦，不是看數字哦，不是1、2、3、4、5哦，好，是看這個
这一点非常感谢陈老师，陈老师非常坚持。非常坚持，五线谱上面不能写数字，这个是训练的。是。好，吹着吹着，你就会觉得看起来就觉得这些小豆芽都活起来了。所以一路上的学习，事实上噶看两位哈，刚才有讲吴大哥进步很多啊，还去自己再去考证照。我看何大哥也是非常认真他好热血哦。佢係一家嘅天台公司嘅董事長，係佢平常哈非常熱心。有乜出事機呢？是因為佢係我家講嘅公埔國小，佢係顧問。顧問。佢做顧問。顧問自己來學。成日都冇到，幾好搞啊！係啊。佢做顧問，出錢出力。哇塞！所以我講，人非常熱情啊！熱情佢，你剛才講嘅是在去聽安看，到底係講來乜解？因為唐先聽不懂，對不對？這個團長在稱讚你，又是顧問，又出錢出力，自己又跳下來學樂器，非常的熱情。喺幾次嘅人呢，喺感覺到同我理解到嚇，因為睇車同我學嘅時嚇，即刻進步唔難，喺幾有人我去搶線上個別練習，自己再去找老師個別練習。對，真的。因為陳老師算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真的，其實呢，這樣子演奏着，會越來越有心得，越來越有興趣啊。剛好呢，Annie 唐基龍3演演奏，只是一個好像挑起大家的興趣。很重要的是，我們還有大的活動要跟大家介紹，對不對？好，欣賞來到大家分享。其實下半年都會發團啊，Annie 當做了一張手卡，從6月半夜未當到衝，哇！你都要發團還嫩嫩的呢。我差不多正出一場，和6月17日時間場，我哋薩克斯風嚟嘅演出嚟嘅。好老大家介紹哎，指揮棒子拿出來了哈，薩克斯風500人的大會演呢，用530粒真嘅假哎，真嘅嚟啊！你看人都團體啊，20團啊。還有3團係來做示範演出的團隊。哇，特別邀請他們來示範演出。有3團係我哋台灣一下可以講最好嘅薩克斯風創作團。哇，不容易哦哈！你有一張名哈，桃園2017管樂嘉年華，吹響桃園大地。530個台認出哈，也係馬拉松嘅認出。好，你一隻表演好當神奇。線上你招攝嚟參到20團哈。20團係。該當初有冇有咁嘅想法？因為我創到桃園排慶嚟發團。嗰陣時呢，我想一薩克斯風桃園，一未講桃園，全台灣非常多人學嘅，全部係退休嘅人啊，我是嗰啲嚇，嚟學。嗰陣時我是想。也很多人都學，200人可以自己在台下同埋示範嘅表演啊，係，所以我一擺是想，也桃園嚟管樂嘉年華嘅時候，我哋提出一個計劃，就係冇窮人，係冇窮人嘅，而且我是提出去，文化局佢感覺，也計劃真好，我是做，問題佢都要。核准以後哈，我4月初我是同我 FB 直播上網哈，是徵求一個團體，喊這就我本來到5月12日我就結束呀報名嘅時間，忙啲4月初8是20團是咩啊？哇，咁熱烈啦！喊到尾喊當到團問我講，喊可以參加冇？我講。第一經費也冇埋拿，第二呢時間也冇埋拿，所以我講做唔得咧。我講不過呢，你可以來參加最後嘅台演出，點解會？喺咩咧？全部530演出。530。全部窮下噴一4條歌。所以呢，你會看到
应讲爆棚哈，是俩四条哈。哇，俩非常的闹热精彩哦。当然，老大家讲，时间来为6月17号礼拜六1点开始。好了，5点，慈云入场。好，伫室外。都室外哦，户外舞台，户外舞台嘿。好，伫桃园的艺文展演中心两大位，当好的舞台，本大家强下来哈，你有看到nem的音，还有nem的萨克斯风，哇，真的是大饱眼福了。齐盛起，齐盛起哈，我相信家下先生讲哇，推出诶到厝半夜停停，半夜是 nem 的，是 nem 的。所以按讲起来，规则法同盘起来，敢会当辛苦，一容易咩？对我来讲是唔会啦，我创个盘法同来因吼，对我来讲是全部有计划性的，全部有要慢做，所以我呢度一播出去时间，我哋计划全部是找时间来行啊，3年了。哇，先生係有經驗的哦。按講起來，我想了解計劃最困難的地方是講拍攝食材係了，時間唔拉長，時間唔拉，冇法本所有的人都上台，我係起台啊，經驗盤，盲眼就係10個盤，後眼就係10個盤啊。係市政府係支持來講，我準備簽印。哎呦，做對咯，真嘅。準備簽台灣城。係，因為好音樂嘅人非常多。有人。好，按個你下投入了。來自家來演奏啊，哈，那個像2位大哥一樣，平常就是你要修身養性、修身怡情嘛。音樂是一個非常棒的嘛，哈，自己吹樂器，自己欣賞，大家一起欣賞。那種情動已經動好，所以大家強下來幹嘢。對呀。那2位大哥，我愛強搞基對一下哈，吳大哥先講好，自己在演奏薩克斯風有什麼收穫？第一個收穫是大家。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一起团练这样子哈，交朋友这样聊聊天啊，蛮棒的哈。对，哎呀。嘿，真正用音乐交朋友，用音乐交朋友。对，音乐交友这样子。啊，学音乐的人应该坏不会坏在什么地方？长长久久要持续的玩下去，对不对？对。对啊，那我看何大哥除了骑脚踏车，又开始吹乐器了。是。应该带给你蛮多的雀跃跟喜乐吧？还是非常感谢陈老师啊。我们从开始要装这个吹嘴，怎么装吹嘴，怎么装竹片，好，慢慢的一步一步教我们，然后怎么样喊到嘴巴里面，好，乐器啊，从不会开始，然后五线谱发下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慢慢教。哇！啊，对我们这些这一团我们都连玉半百。法苍苍是茫茫，有的谱又看不清楚。老师真的是很有耐心，非常有耐心，非常 nice 的一个老师。真的要遇到一位有热忱的老师，对。那老师也渴望遇到有心、有想要学习的学生。所以我们吹不好，就是不是对不起自己，就是对不起老师了。真的呢，很严重哦。所以，你的学生真正当尊敬你，今日启动你的付出是当用心啦哈。记得啥哈？因为自家也为人父母焉，所以记得第一那种心态啦。嘿，哇，这个师生情实在是太令我感动了，太感动起的哈。好，等下转来哈，继续来谈其他当精彩的分享哦。上呢，你係當優秀嘅客家代表，突然呢唔係客家人，唔過來演奏呢客家音樂，我係請教2位大哥，2位老師在演奏跟欣賞客家音樂的時候，您感覺如何？因為我是從桃園來台北搬到桃園，然後在桃園就認識了非常多的客家朋友，然後。客家話有一些一開始我聽不懂，因為老師以前講對，他講錯，我說奇怪，我們就吹對，他說錯，明明就對的變成錯，然後後來原來知道客家話的錯就是對，然後非常有趣。然後其實客家朋友很多了哈，然後其實聽到客家本色這種歌啦，或是說剛剛那個上一首那個皇天不負苦心人，是，就可以體驗到那個客家我們客家朋友。精神嗎？對，那種
筚路蓝缕啦，然后可以开创那个他们要那个家园那个精神啊，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这样子，从歌曲上面可以体会得出来。是耶，刚好这2首歌，我觉得也是代表我们前期在开创的这些前辈们哦，记得给心情哦，记得给心情哦，真的是这样哎，对啊，所以也带给你不一样的生命体验。透过音乐，透过客家音乐，也很好听，对不对？是，对啊。吴大哥自己在吹奏的时候呢，觉得客家的音符呢，带给你怎样的感动呢？其实我也是客家人啦。哦，对，因为我阿公阿嬷他们都会讲客家话。那你怎么不会呢？因为阿公阿嬷不在的时候，爸爸就不会讲了。哦，所以其实你的父亲就不会说客语，不会讲。是哪里的客家人？我是广东省的，广东省蕉岭县的。哦，九良哦，讲蕉岭的客语哦，跟台湾的客语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们周遭都是闽南人。客家人都在中立那一边，我是南海那一边，客家人比较少，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所以客语不会是很正常的。哦，我想是啦，环境的影响。对呀，因为我们那附近都是闽南人啊，南坎地区就是闽南人啊，桃园地区北桃园都是客家人，南桃园中立、阳明、龙潭那边。比较多客家人，对。那这样子，我恭喜你，你跟你的客家再重新连线了，真的。除了吹萨克斯风，然后多一点来吹我们客家音乐之外呢，走对辣老师好，赶快跟吴老师多学几句。对，真的，我想，你看有没有去安省区哈，安省区哈，到台家有看穷哈，原来你也是客家人，你到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才爆出你自己是客家人。对啊，因为周遭环境都闽南人啊。对，但没关系，我想环境之下，所以客语的机会比较少啊。这就是一种环境跟文化的交流。对。那再一次透过这个萨克斯风，真的可以好像找回自己的母语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应该蛮感动的哦。是真的很棒。所以欣赏看，到后上又请到的收获。係啊，我想看按國樂團佢就發展哈，你做到見其實發揮咧3隻團，突然7隻薩克斯嘅團哈，到見看起來很安後生，因為唐工上嘅退休咧，想要交棒了。那我70歲了。您剩70兩開始哦。因為哈，要按照傳承啊，一定要傳承啊，你冇傳下去我一下我妹記者下讀輔仁大學這個按照博士班，指揮組博士班，佢看到爸爸頭擺按指揮哈，佢也進入一個盛氣啊，想要繼承爸爸的衣缽啊，佢下是當3萬去讀書，佢頭擺也開始有些是到台南讀。台南頭現在都沒講去師大音樂研究所指揮碩士，還一下有讀輔大博士班，所以佢也挺有興趣啦，所以佢一下也到青島學校指揮青島樂團那樣。所以你咪希望講，安強嘅模樣吼，就得來強下讓爸爸停手，應該是教本機咧。教本機。哇！咁相處當，你看你係後生人吼，安用心，安有熱情吼，敢有理念冇強用嘅素材，有嗎？有啦，佢上次咪有相抄呢。哎呦！為了一件事情，佢後生人用後生人嘅想法。我哋是老人家好算保守，所以做生意好保守。佢都是好上佢好咁衝越衝。我哋所以上次咪會當人，佢都是因為咁樣會上次會人家冇當嘅，我知道咁樣做當好。有人真係有人。因為互相啦，可能我相信某一可能爸爸哈一路行來。真嘅係桃李滿天下，咪指頭眼多，付出眼多嗬，可能咧係當好嘅榜樣。我相信成日按傳導語嗬，天朝做得撈，接下來團土都當好。有人，依家係前10萬。係啊，
所以某一堂都啱講一個詞都講，也是很感動哦。爸爸這麼稱讚自己，係啊。當然你看圖貴族團吼，冇咁簡單哦。嚇，你下啲樂團咪啲進行係啊，歡迎大家一起來加入係啊。有人，我哋樂團嚇，因為我哋推展嘛，嚇，用在音樂嚟本台詞卡嚟上修啊，所以我哋招募請多一個人員啦，有新鮮人嚇，全部可以嚟參加。係啊，咁家下講分做3團嘛，樂團係專業嘅演奏家，樂團呢係講算是業餘的音樂家，然後一團呢是講有興趣混齡的，只要你想要演奏，都做得嚟參加。分做3團，有舞台，所以你下啲3團都得要進行係啊。那我哋隨時可以嚟參加。隨時啊，隨時都可以。哇，隨時可以。所以大家係講上嚟來參加樂團是受桃園交響管樂團嘅名錄官網是做得來報名咧。好，所以其實我看到陳老師很用心、很用熱情嚇。咁我就講，我應該未來參加下，我冇帶桃園咧。連團全部係桃園嚇。我哋有一隻團譜。哦，有一個團部，啊，所以大家練團都到團部一起去練。那錢都特別多呀。係啊，我啲先生咧乜嘅意思咧嚇，我把神忘得。那總係主唱。哎呦，很好哦。所以其實先生嚇一路行嚇，你指頭音樂，我就你不簡單寫講，本身自家客家人，你當堅持來推廣客家東西。就讓我哋樂團嚇，當年有一首按照委託創作。我是用客家歌曲的客家的元素，來委託專業的作曲家來委託創作。當年有一首，一定會創新下去做咧嚇。誒，今日機會我想線上自家圖團圖安度嘅學生研究嗬，自家本身對你自家嘅客家音樂聽咗要動態熱情，然後嗰種嘅文化責任感啊，啲咧要埋會嚟大家講，鼓勵大家嚟欣賞。有人。因為客家音樂非常好聽，係傳統嘅，係傳統嘅是有好睇起㗎，要計按照乜計，按照熟悉感哦，根要計根嚟感覺，所以我希望睇起㗎要顯示嚇，睇起嚟都唱嘅客家歌。係，希望先生很用心，係希望大家強下來彈客家歌，強下來唱客家歌，從下來演奏客家歌啊！嗬，喺上今日啲節目最尾呢，我再次來到大家推薦是你500人的大匯演呢，所以到時候在台上會看到2位咯。會，好，所以陳老師你指揮下。我要指揮，要吉他，我要指揮。係啊，好，所以分享大家。6月17號禮拜六下晝1點到5點，喺桃園藝文展演中心嘅戶外廣場、戶外舞台，歡迎大家共下來530人，非常嘅鬧拍啊！係，今日再次非常感謝陳先生，希望2位先生，希望你都今日來聊哈。好，對，安子生，對薩克斯風有興趣嘅朋友呢，歡迎大家共下來加入喎。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你將來聊聊，大家聽你先生咧做運動咧。